呀，各位聽眾，歡迎人到轉來檳榔學見的節目。這個禮拜咧，我人請到淡薄老鳥，甲了起來三個小樂，三個小樂。頭一個小樂咧，就是老小樂，我人嘅老鳥，日本老姨歡迎。老友，老曉，曉個出招。大家好。大家好啊！了日本老伊有個有我人嘅本是曉個出招咧，因為名本叫做曉樂嘅曉樂，歡迎。Hello，大家好。你嘛冇對嚟啊？冇，冇咧，冇咧讀 hostel 嘛？我讀 hostel，個長嗰啲入邊我個聽到你長嗰啲一聲。你嘛個 sensitive 咯？你唔通幫配啊？可能我哋聽到。แล้วก็我人嘅另外一隻曉樂，維維娃娃歡迎。Hello， 大家好。維維娃娃嚇，你聽到真亂咯嚇。OK，未講真正亂。我聽到維維娃娃真high tech 啊，當然維維娃娃係是到啲外口就係用嘅 iPhone 喎。個名我你聲，你聲個名我。太好笑啦！有一個 iPhone 嚟嚟頂入我，夾出嚟頂。誒，我問你當佢用條 3G 還是用條 WiFi？我用條 3G。哦，3G 冇嘅名我，你是講話聲？這邊嘅爛較好嘛。哦，勁！你當時到底到？我聽到報告是到底 supermarket 嘅。我 supermarket 嚟喂。哦，80萬人啊，嚟浪啊，你嗰邊有冇聽到？你解是有嚟浪咯？流量變咩？阿崩，咩阿崩？OK，咱講這個禮拜，咱講話題，這個禮拜今仔日是 actually 是幾號？你知道這禮拜一張齋，等我想下算下先，我看翻垃圾頭等陣。這個禮拜咧，其實是幾號啊？我都唔知咯，我再確認。今日應該是。哎呦 shit！ 阿爸媽講，等下，本來好見，啷個啦點下？基本上一個掉。我最我只食咗麵條，然後食咗叉飯。哦，等我算，這個禮拜去今日是幾號？等陣我看，今日十字嘅啊！哇，今日十字號錄音是十字啦，然後放嘅是節。Actually 嚇，有人要講 World Cup，特別啷個咧唔要講 World Cup 啦。等我看先。哎呀，免插你幾號啦，咱咪隨幾號。因為我唔知我幾時放這些。OK，咱講要緊嘅一個話題，就是講咱檳榔學見曉到啲面冊裏面啊，member 們招到幾哪錢啊，所以我是咪講安怎人路人安怎用平時是安怎用面冊，其實用起面冊，個人用面冊嚟做咩物件咧？到底是，所以咱一人講起咯，等我算下，咱一記一人講，咱一記咱個就故意整到簽個咧去面冊去簽名哦，唔知簽名 sign up。日本老姨，老姑啊2007年啊，2007年啊，是不是做咩事喎？係咪走去 sign up 面冊？姑姑介紹我嘅喎，我姑是幾歲？嚟浪唔是嚟浪，實浪新加坡嘅講話就新加坡票嗰啲票。哦。誒，姑姑錄阿年嘛，姑姑。我還沒，我可以面啊，姑姑。一講福建話真正新加坡聽，聽我咱個咧不要聽，佢 every time 就要介紹我聽嘅嘛。你介紹我人去，時我個去上班嘅時，chat room 大日就好邊去傾偈嘅嘛。哦。講你嚟 Facebook 啦，講咱做 member 邊做 group 嗰邊邊嘅，款叫一個去咯。哦。你頂多是就啲 Skype 嘅上班嚟講咧，啷個走過去？上班，個小嘅上班個了嘛，แล้ว叫佢上班，แล้ว after that ไปคว้าเซลเองอามีจะไปแก่เฝ้าอะไรก็แก่เฝ้าเหียนเนี่ยหมาหวานนะ所以叫我去
去 Facebook 咧，講人做人 album 入邊แล้ว人 at each other 啦，咪看個介紹影看物件個了，伊講安尼款咯。所以人咪是 start 去 Facebook 嘅咯。哦，安尼啦，了你安尼實用就對啦，實用起啦。我介紹你安尼款去咯。曉樂你記記得安怎參加啲編輯啊？人招阮誒咯，恁聽人講恁，咪講佢早是 Friendster 嘛。哦哈，對，我記 Friendster 哈。恁 Friendster 嘅老嘢，個有啊，迄種有啊，無論個有誒人做個啥 Facebook 安尼看到咯。特別有人用，我冇人用啊，睇下 too late 啊。少咯，就是 Facebook 咯，because Facebook I think can link to Twitter 啦。哦，你即係 Friendster 未啊？Friendster 我唔知，我迄邊嘅把數我本袂記起啊，所以無使嘅。OK 了。恁聽人講 Facebook 真係濟 application 嘛，恁個攤 e-game 嘛，恁 I think 是兩年前 sign up 嘅咯。哦，兩年前咪差唔多2000康幣啊。2000你看你點想？對。แล้ววิววันนี้วิวเลย記得幾時 sign up 啊？俾你編輯。I think last year. 哈，last year 你有你 new 啊？Because 啥物事就 because 我感覺到講，無應該是早有 sign up 了嘅，一道，然後一道嘅迄個 account 我無用去啊，應該是啊。because 啥物事就麻煩。做咩事麻煩？未曉用 ，because 有一隻 app 啥物安尼款咧，我梗係未曉用哦，我唔知啲做咩。頭時我唔知啲做咩，就我按照安尼款咧，安尼麻煩咧，咧我嗰陣時就是用Friendster。app 是客古冇呢，這客古是個這是 group 呀 ，apps 個每個入來嘅嘛，我 join 點先啊，冇咩 apps 個，是安尼 group 啦，我 join。有唔知。就是講冇咩了解安怎用哦。我真係嚇。我冇啲圖喎，我冇咩啲圖啲 apps 嘅咋 ，because 梗係麻煩，我講。我哋見你啊，我哋見你 apps 嘅。我真係見人點先，叫你嚟叫你嚟。係啦，喲，梗係到呢嗬。我代表佢咧，個頂路俾 delete 嘢，閃閃閃，我百幾咧，delete 個路小嘅杜蘭呀咧。然後特別我甲你講，佢後那時候嗬都少掉剩迄個farm係咪貴了嘅呀？加 restaurant 精彩啊！แล้ว少掉咧，嗬咧就特指鐵圖啊咯。last year 那款。啷就鐵圖咧 game 嘅，就部鐵圖這邊拆game。真好鐵圖嘅喎。啷就OK， we 話幫我再嘛講下就先，介紹佢兩隻用。係咯 ，restaurant 你講正題嘅先啦。正題嘅嗬。意思講，你係伊都特別家己，按照講整迄個材料喎，咱到一個點聲，你特別去燒嘅嘛，對。然後個表見到佢會使偷人嘅菜嘅喎，你所以sometimes 係半暝啊。佢會 set 掉起來啊，起來燒菜。你而家冇呀？你處嘅？嘢，sometimes 實我看到一點聲，我等個半暝啦，我困呢。哎呦！嘢，因為嚇冇咧，等陣你抹隻雜誌都請起來，你菜可能偷掉啊。哦。啦，依啲 application 啦，依愛好你特特依啲圖嘅，嗱，講你冇依啲做啊，依就批啦，成家客戶我做咧咩pet 嘅啊，飼狗嘅啊，我嘅半段去做啊，when 我到對佢做時，伊講我係狗會死啊喎，伊講，我講得個杜蘭咁樣，一個字，冇都特別特特注佢 check 嘅，係咯，係 troublesome 嘅。你怪我指定等我指我去 KL 嘅事，應該講，我特別去 internet 就係你學得，我特別 internet，我講咩事？講我特別去你 Facebook 嗰啲 Farmville 係咩嚇？Farmville 嚇，你講我唔是 Farmville，知乎誒，Fishville。哦，你啷用？你喺度想，你喺度 view 啊？
嗰陣是想伊，嗰陣是換菜變咗糊，換糊變咗雞啦，你啊。那個表哥有一個 restaurant city 咪是小個半死嘅。啊咪嘅，哦 restaurant 啊講下種誒。restaurant 嘅，係落唔知圖嚇。我冇鐵圖嘅，because 鐵圖咧可以。你買咩？你買咩路啊？啊，你買咩？冇同你講，係 restaurant 嘅。其實 restaurant 咯。你面前面嘅只得茄啊，茄只咁。啊，對啦對啦，sometimes 係叻掉。哦。啊，我同你講佢哋 restaurant 咧嗬，伊啊，去隻 restaurant 咧嗬，你喺度俾俾到頂教伊請人咯，你會使請你 friend 啊，請你 friend 你啊，我 friend 我嗬，伊見話嘛對嗬，咧伊請我咧嗬，咧一定嚟叫我去寫陣版咧，伊帶我去寫陣。你細細講 customer request 你會做咩？你看下。個，I mean 個路會使 assign 係你請對嚟人做阿咪咯，有嘅是煮菜，有嘅是waiter，那有嘅是，那 waiter 都會使叫佢去洗頭殼洗一個砧板都會使。哦，你直啊你。啊，แล้ว你是叫人洗砧板，是人叫你洗砧板？我可能 assign 去做洗砧板。哦，但係你 restaurant 是路嘅咩？不，我 friend 會使請我本嘅嘛。哦，所以佢 restaurant 我 friend 佢自己開一個 restaurant 嚇。哦，แล้ว你即係你條去人開 restaurant 你個叫 restaurant 都冇得去做嘅，係咪？有啦，個叫 restaurant 呢嗬，冇影響到誒。冇影響到誒，我那時我自己開嘅，我本是請我 friend 過來，安尼款嘅。我 actually 唔是講請啦，是 just 係一名一期啦。啊，因為等陣我俾介紹一隻新嘅嘉賓哦，咪就獨背波，歡迎獨背波都聽到我哦。獨背波係咗聽到啊 America 係獨背波咩？嚇，美國嘅獨背波，我那是先，那老朋友嚟嘛？哦是咩？啊對。哎呦，獨背波啊，對，那我 friend 嚟嘛，那好朋友嚟。比較未見伊個即係。伊隻佢過嚟啦，獨背波獨背波好好冇嚇？啊好，你佢過嚟了，你亂真你當然驚啦，你驚？伊隻動下了，哦，你頂住把你個細驚？嚇對咯對咯，啊，誒，你聽到我講話哦？聽到這邊。獨背波用邊車啊？啊有啊，上個是過了 Friendster，2007年。哦。嗰了本是嗰了 Friendster 嘅人搬嗰了去 Facebook 啊，所以就被搬出本咯。誒，是唔是迄個邊車嘅人係啊？無阿面一個Friendster 嘅人，Friendster 到邊 Malaysia 是 Malaysia 嘅 company 買起來，好像個是，我聽講。我唔知嘅。嗰啲無人用啊，嗰啲積啊，同佢。呀，曉樂啊，無，等陣即獨背波你睇到 game 未哦？有。睇到咩嘅？頭晚我講嘅咯，佢哋精彩是有兩種嘅嘛，一種是較簡單嘅，咁啊靜了燒了攤類啊，佢就係買嘅款爾。另外一個是有啥有地，有通買牛，有通買雞。哦，你是 farm 啊，要把你。咁 Happy Farm 係 Farmville 內 version 嘅。Farmville 是較 complex 啊。我唔知是但是個只，因為即係你貴時啊，都我冇鐵套嚟啊。當劍你知道咩？較濟係 zoo 嘅。哦 ，zoo 嘅。唔知叫咩名 ？zoo 係做伊。伊是好似空地 start 啊，了你就俾build 伊 zoo，了你會使俾伊 animal 啊，了俾伊啥snack stands 啊，了請人請人手頭卡manager manage 伊買物件啊，了攤類咯。哇！但你聲下刷，看我甚至啲見過人別生。好啦，你個使請人 manage 啦，你使有人來看，你使請你朋友來去 visit 你 zoo 呢？你 actually 上個頭晚 review 爸爸講，伊無影響誒，你係請
郭富城不會使嘅，哦你敢若乒乓名落去爾。哦，你唔是講請你哋朋友特別解釋嚟看，係咪啊？哈，特別你成日你會使去你嘅朋友嘅位，你若是講在伊是有迄個有迄個 zoo 嘅有 play 迄個 game，你會使去看人嘅 zoo 着 grand 啊，還是着老爺可能。啊，你個人比上個在見嚇。哦。佢一個聽講講樣鐵套啊 ，mouse hunt 係咩？獵鳥鼠啊？這我唔知啊。OK，等陣我個 mouse hunt 係咪嚟 dragon？一個等阿龍會唔會再人？哇，咱老招嘅了嚇，記阿龍歡迎。喂，今次啊，各位聽眾，今次阿 John。誒，歡迎啊！老如何？哦，我介紹，我笑兩組，笑兩話，我當然顧慣在啲偉大嘅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面個。就是個最難聽嘅股誒。咱當然落掉音喎啊！有啊，落掉啊！落掉啊！再講上百話都唔是人嘅講面斜咩？我講面斜嘛，我唔是講面斜 game 咯。哦 ，game 啊！面斜啦 ，DTW 啦，中國是比賽用面斜，所以我有只你講下啊，我有只隻物件是袂曉用嘅，因為我是到後尾我剛才講原來 WTF 我是會使找一個 proxy server 來用，後來我咪走去買一個 proxy server 咯，買了吼有當時會斷嘅，特別你係平常時。嚇，平常時會用啊，平常時。特別 at least 你去到面斜，你會解釋佢啲中國咧嚇，伊政府講嘅就係嚴啦，所以伊啊對，冇阿咗唔對啦，唔對，誒都唔對了嚇。你第時佢人講是講中國嘅政府，人冇講嚴，人講人嘅 internet 是 open 嘅，人講人嘅 internet 咧是幫學家人用嘅，特別你袂使用 YouTube，你袂使用 YouTube。使用blogspot，都袂使用 Twitter，都袂使用 Facebook，都有較早政府袂使用，較早政府特別人嘅 internet 是 open 嘅 ，OK？你 get the point？ open 所以袂使用 open 啊，卡最坑的啦 open。用咩 open 啊？就係咯，有時講 open， 特別都袂使用這個甲這個啊。So 阿咪 meaning of open，咁你袂使用 open for 用阿咪看咁有家己，我講有家己嘅，我同你介紹人聽啦，有家己斜，有喺邊斜咧叫做人.com， 人.com。哦，我真係冇聽過嘅。嚇，呢就是係叫做人網。一樣隔了是鄧傻人啊。鄧傻人嚟嘅，因為成個人安尼 high class 嘅人冇興趣，人安尼水，安尼 to be， 安怎講嚇？跳落。安尼曉，安尼關鍵嘅人，咱是冇去安尼所在。哦，冇去人嘅嚇。咱冇去人嘅。哦，誒 OK。แล้ว我ไม่รู้ลอง其實去有 sign up 這邊隻account จะ講啊？學考嚇，你其實要參加呢邊隻學考？我參加就久咯，真濟年前我舊幫啲檳榔是參嘅。應該是我對佢檳榔點上參嘅，係咯，交尾對來了，我同你講早整是會使用嘅，真早整是會使用嘅，係咯，交尾唔知做乜事就講唔對物件啦，係咯，一櫃嘅 website 上邊使入去咯，你會使帶 wefacebook.com 你直接等咯，等，伊甲你講一全部。哦。啊，伊是做好樣人面看起來成個，哎呀，一幫也冇咩好事呢，你唔知講。對，伊就是做講伊幫也冇好事，喺你對你會講，伊 Facebook 按照 spell 唔是 FACEBOOK 咩？啊對，未接誒，因就是做人個人都未接了，係啦，交尾有人想嘅辦法就是通過美國嘅 proxy server 來做，就是讓有人，你想講美國就是中國人嘅嘛？我猜是嗱，因為我自己唔是第二個人，我唔是真教嘅人嘅，係啦，我讓就是講一啲。美國咧，有人有開迄個 proxy server 啦，伊會使做 account 做開新嘅學考好錄用嘛。係咯，都有人啲 internet 有賣即個物件咯，特別賣即個物件嘅人，佢因點啊好隨時都冚嘢咗，因學政府咧就冚嘢。就因成個因家己有一個想講eBay 嘅物件，因家己中國嘅版咧，中國嘅版我咪講伊名出嚟啦，下面 .com 咯，就是中國版嘅 eBay 嚟，伊就是中國版 eBay 嚟有賣嘅。講
กันนะจงก็ต้องกินไลน์ Facebook น้องอัวยังแอดรู้ฮะยั 嚇 งแอดรู้แล้วสิเหรอยังบุ唔是但做朋友個碌一定喺邊咪叫我碌，真係邊咪叫佢ตัว落ยังก็เอวจ้ะ我有看佢碗嘅，我笑掉喺面嘅。我有下家嘅借你，佢梗係杜爛嘅，ยัง冇心做朋友㗎碌嘅，ยังแอดรู้แล้วสิอายุอายุ真係叫碌邊咪叫佢อีเบที่ได้咪叫邊ที่ได้做ความก็杜爛嘅，really，ยังว่ายัง做人嘅關係㗎，ยัง叫做成呢嘢就。但係迄個伊有真在甲你講句話啦，迄個人是啊。啊？迄個人有甲你講句話，冇講話。無，若是講無講話，有可能無講話都有可能毋是人做嘅了。迄個有可能是 spam 了，迄個無關係甲人了。迄個有可能是。冇特別 some of them 啊，要 request friends 嘅都就 request 啦嗬。After that 係係咩 robot 嚟本啊？頂時。要係小英喎，要小英啊咪啊，嘅㗎了，係咯嘅。迄個我唔知啦。即係嘅 account 因為成啊啊，做咩？我每日 Facebook 大邊條，我嘟就就記得，唔是講就啲俾嘟最人啦。有人啊，一陣時嚟 at 啦，又唔係講有時住嚟嘅喎咋？咱就 send message 俾每啊，May I know what is your nickname 啊 ？How do you know me 啊？唔係曉路嘅喎咋？Maybe 唔是人嚟。冇啦。Maybe 有可能是 spam 嚟咋？有可能嘅咋？那很多都一批哈，那講我唔敢 at 呀，每樣 I know who are you, how do you know me 啊？咪曉，還是 Are you Penang Hokkien? What is your name 嘛？呀唔曉咯嘅，唔曉咯，咱 ignore 伊啊曉，佢突然間過咗攞曬伊做得嚟 at 咯嘅。那 spam 咪嚟定？係咩？對啦，有可能。所以我同叫我 I make it a point 啊，if what message 伊人又咪講伊是住呀，話咪 at 呀咯。呀，因為 another 我就見一 take 咯 for nothing 嘅嗬。隻查某隻 model 穿衫本一跌係對面啊，Loki，唔知做咩事電腦跌啦。我頂住嘛，攞聽到我機會多。係電腦跌嘅喎。我成日講你是啲講話啊。對。不，我明白。講話啊。我明白，攞做係咩物件啊？แล้ว你 model 啥咪啊？頂住是。頂住是比如話是等陣我特別波啊。特別波你係 mute 你冇講話是 mute 你 computer 你即個Skype 嘅麥嘅，你寫說嚇，你講話是會記開啊，嘛未記開啊。OK。OK 整啊！我哋記講，昨晚成日喺你30年代，你屙食你 vinyl 嘅 design 啊，啲靚嘢。แล้วโอเค嗰陣 that day 是啊 John 我 that day 我就是看到你 Facebook 講啦嚇，我掉斜鏡是唔是你講話？我其實是錄，其實是啦，就借人做咋？其實是錄做，我明白 because 你講你背我看你小英嘛，就刪嘅小英嘛，แล้ว特別我看我都 remove 佢啊嘛，特別我感覺到 actually 是錄唔是。我唔是大個錄啦，特別是大個你只人係我成日一杯錄 attention 看隻 video 上面是一行錄帶你其他事，因為我是 feel 到成日該超像嘅咯，因為你那時講俾我看你物件呢，你那時講背嚟講你咪是 email 同我講下我整下物件下嚟看了，那時你有事咪講下，那時你笨蛋嚟講可能會 tag 嘅咧，你 tag 是 normally 是有關係嘅，你唔叫你個 tag 嘅嘛，成日那時我變到邊嘅時候你個 tag 嘛。normally 啊，特別我在這人唔是你可以用嘅，我唔是教嘅，特別。啊咧，阿咪 sometimes 都唔是你變人啊，像佢 model 啊，人比賽啊，有可能看到水是日本嚟。冇啦，唔是啦，冇衫冇數，咪見到滴啦，但是阿咪紅景啊，咪 scenery 都是滴，但係滴唔滴，阿咪試過啦，冇變滴嘅。我哋見嘅，我哋見嘅。誒，等下講就見啦，我唔知，我陣陣唔見。曉樂，你到啲即係幫邊車入面。你第一步是幹做咩嘢呢？係咪嘢 annoy 你做你就被笑？真係謝啊！係咪真係謝咩做你被笑？講下。第行就是講有人滴嚟 Facebook 啊邊車啊，有人成日是車是係你站板嘅係你係咪啊？站板嘅門啊嗱，我係咪物件？愛美人啊，係咪啊？搞到大邊波死去嘅喎。
想玩呢？我被咩人笑死我，是到底 Facebook 嘅名，我看影啊，刚刚看到。人我名可能，恁人看啲人就喺邊 comment 㗎了啊，因為真係你睇得咯，你件。那你做咩呢？你是哪邊？你唔是到這哪邊做？恁那個頂，出去拍機。maybe post 個 more like positive 嘅物件去嘛，對。冇 I disagree。 But every time like 我講後面會在 post 問 spam 嚟啊。我今日講，若是講你有係咪無歡喜物件，你去講會使，actually 是有個人用 Facebook 嚟，我唔識。嘅 Facebook 做咩？出奇啦。對，有趣嘅。因為我講，人在講啲Malaysia 有攞嚟 Facebook 嘅 group 是講。but some people 用面貼嚟做名嘅。對，有攞嚟 group 是講別個網站無好嘅物件，攏看過哦。冇啊。你無看過咩？真出名，因為有咩？有報紙裏面講起，有一個是應該是一個。唐人嘅大部囡仔做啦，應該是17、18歲呢，我冇咁清楚。因為我不是看報紙看到了，我走去咧網，我走去面冊裏面去找，我找到，伊是講伊無暑假，另外一個網站人佇大國家裏面第大一個啦。伊迄個伊個 group 裏邊咧，可當今參加伊 group 嘅人，伊個 member 嗰咧有30幾千人。哦。嗰咧是無暑假迄個網站，係咯，所以講我哋是 racist 呢？對，我哋我家己 Facebook 裏面，我有叫我朋友個了去看迄個，下了去 report 去可以 admin 講是 racist hate speech。I mean 我 support free speech 咋，我感覺我言論自由啦，言論自由，這個是應該，特別唔是假嚟，人哋講去講佢哋無影無隻物件嘅。若是講有一個另外一個網站嘅人，伊有一個人去拍槍，你袂使講伊開個網站人本身嚟講，攏袂使人講話。是對。冇啦，I think it's 無夠 mature 啦，無夠 mature 做呢大。你發表個嘢啊？對吧？你有個人是唔是講無夠 mature 呢？有人是讓 bring up 啊，伊 background 啊，會影響到人安尼咯。嗱，所以講你接落來大漢家細漢就講，哎呀，你話咩啊？學哪咩得你咩？講嘅成日學用無好嘅 connotation，講人家咧，總之寫字，隔了等人是寫的私人看嘅，隔了個人是寫的私人看，隔了可能是寫的私人看嘅，你看啊，特別就上擺啦，家己啦，你看我啦，我家己是邊兩個人，我Malaysia等人，特別若是講你來到中國啦，你發現講真濟。Malaysia 跟新加坡嘅人吼，有真濟啦，唔是講隔了，因為真無是講中國人嘅，特別人隔了不是等人啦，咱連家己都無是解咋，你感覺咱，安尼講，我感覺安是唔對嘅咯。一個即特別係啦，我就係特別有落綠對嘅講，有落對嘅啊，超落對。屌啦！即係呢啊，即係特別波呢？特別波乜對嘅？冇啦，特別波嗰啲特別波一幾塊啲嘛。Sorry。啊，你哋到啲面冊裏面啲冇時間係咩物件呢？上個頭晚就留意講嘅咯，真係tag咯，真I mean 3個tag 條件係真水本啊。特別你唔知係咪嘅，我唔知有時做到我嘅 wall 亂七查嘅了。加垃圾。啊！特別我係 filter 真懸咯，咁啊 friends only，即係都係使 privacy 嘅嘛，住會使 post on your wall 啦。Immediately like request for friend，有時我冇熟嘅人，我本冇 add 嘅。你那每日都微博，每日就係物件嚇。如果係 privacy 啦，成個嚟小英啊，嗱 privacy 講買可能 copy 啊，我呢啥，人 copy 我 copy 我學白人係未熟。copy 我唔知啊，因為我冇攞你水冇人 copy 我啊。我唔是水冇水，你在有個人啊，伊頭貼你 data 你小英你物件你 family 你 post whatever 你 album 嘛，你人 copy 啊，你一叫學白人一人到一人 in the end 啊，你聲到對可能就對人該未熟呢，好似。report 樣咯。人頭貼咱嚇，冇咱唔知 who is the one who started it 嘛，咱就未熟之類嘛。但係講
別攤 copy 人嘅時候，誒個好了咋，之類。但係 Facebook should do something about the filter，比較可能頭貼時候啊。哦。Now it's very easy 咯。你咪是別使 share 咯，share 你對你朋友啊。Yeah, exactly. Yeah. That's why I know. 咱 set 得，佢話別曉，佢話 set นะ to friends and friends of friends 話係。No. 我當叫買咧，我當叫 set to friends 呢。特別你 friends，特別你 add 你唔係唔是 friend 啊，是你 friend 嘅咧，你辦咧。係啦，驚不驚啊？我見到驚。你咪是我成日我 within friends 嗬，我個半 category 嘅咋，我係是聽講之類 category 咯。我係當學嗰是另外一 category 咯。I mean 嗰啲咪是 friends 啊，特別 within friends 裏面，特別 friends 係會個搬出來聽講啦，當學啦，當書啦，個有成個是 online 嘅朋友啦，แล้วก็是正式 real life 嘅朋友啦 ，family 啦，個幾百嘅正式個幾人係，แล้ว是我特啲裏面個本來有啲物件是干那，成個我電話咩物件有啲是干那 family 嘅看得到呢，address 干那 family 嘅看得到。我記得 customize 會曉咗嗱。哎呀，我嗰啲成唔記得個播手影啦，播手機 customize 啊，學住看，合併變嘅本曉。咦？唔是 customize，要 set privacy 嘅，你去看要一個 call 啊嘛。privacy 我看到有些 friends of friends of network，อันนี้看一部講講何安怎無 ，unless look like customize 啊嚟叫做，customize 你使經 group，你使 friend 裏面使經並個係使 add group 嘛，但是講你 friend 裏面去 add group，啊你是度較用，你可以較用 separate customize 樣嘅 accessibility。啊，我特別做呢，看到 double 真係別熟咧，佢哋手影啊，樣 copy 咧，樣夾來夾去，夾來夾去要咋？是哦。夾啦，佢哋 news 都都要來而家啦，梗係別熟呢，嗱無學到人嘅手影啊，喂，你手影要搞啲人所在，梗係別熟呢。嗯。即係曉樂咧，對係咪？對啊，對啊。曉樂，你嘅時候有冇人偷過哦？唔知哦，冇看過啦。我可能看到你小影啊，一睇到啲只落嘅頭辛苦嘅。แล้ว曉樂是真講話袋嘅。曉樂點解我一出自古三四套啊？哦，就是伊啦，就是伊。OK。曉樂，你馬仔你有邊隻戶口、學考？應該是在。你嘛有特別係對咯，咋？冇搞掂咩？你冇用過佢。哦，我想搞掂嘅時候。你冇。你講嘅隻正我隻係隻海林冷啊，當劍。然後啦，我是海林冷，阿龍我是海林冷，阿威話我是海林冷。對。你我突然感覺到這裡呢，特別波唔是海林冷啊，特別波是有咩冷？日本佬。潮冷啦係。哦，日本佬依家話，日本佬依你幾冷到講國內時候，咱只海林冷嘛就嘅。借咯，梗係借呢，因大陸就講緊只係啦，係咪？嚇！然後讓早早起是講我要多先呢，就就怕呢。我對面嘅一個老姨嚇，識接哦，特別依家咧唔知北京厝一啲人講話，發覺，依厝正扎街會。如果呢個叫我幾隻厝邊啲跟住係男人，因對面嘅咧，因為佢因住曬條扒呢，早起。哦，日本老姨咧，成當然成個特別靚嘅看咯，咱 surrounded by 日本人，即係男人。and 我對佢大聲講話咯時候。對，阿龍後尾大聲㗎，阿曉樂講話，叫佢困。是啊，我都拍笑。阿邊拍笑？誒，咪是成個人啦，成個人同我講㗎啦，嗱啊，隔了海南人講話大笑。叫佢去困啊，叫佢困啊。啊，人家講叫佢困。曉樂啊，叫他貴點啦，叫他講唔會啊。即係咧，威話咩？威話錯，威話看到一邊啊人看嘅。誒啦，我當 public 嘅位啦，未使啦。
我 already 講我只大聲，because 頭先有人看我。哦，你不要記緊，你成叮當落 email 呢嘛，人看你時你就講嚇，我當今特別呢學見 .com 嚟嘅，看拍廣告啫。係謝啦。你記叮當去嗰啲Starbucks 嘅時候。對，我知嚇。誒，yesterday 嗰時啊，我本身你講 about 邊呢學見啊，嗬。嚇。好似我人嘅 interview 嗰時嗬，佢哋人調車鏡。係咪調車鏡？伊頭家調車鏡。哦，你又唔會講，這個是做咩嚇？做咩？這個是做咩呢？嚇，แล้วลูกไก่เสกอ่ะ有啦，邊呢學見咯，我是邊呢學見。哦，เราน่ะสิจุดๆไป參加ฮะยังเอาดิ已經落去一出佢哋เรา叫咩啊？名啊未啊？探姐，好介紹啊，是探姐啊？我探姐呢喎。邊啲學見探姐啊？啊，嚇！邊啲學見探姐啊？เรา就是過去要參加嚟講，就是到底嚇，เรา就是要去使去邊車位咯。邊車呢？叮當你叫我是有做 chat room 啊，做 forum 係咪咧？是當叫我覺得爽去邊車位咧，家姐人有邊車學校嘛，所以咪是過去邊車位嘅，是攏會使去看就有興趣要參加一新嘅錄音。探姐咧就是去邊頂唔知邊頂嚟，我看是咪你先入面有好食嘅位去食了，就招一定嘅人去食錄音嘅可能。但是講到要參加嚟講，還是要介紹下，到底探姐咧，我哋使過去邊頂學見邊車邊頂，按照邊頂學見邊車是 facebook.com/ 邊頂學見。對。แล้วกูลองทำ應該是嚇，係咪？啊，冇，我唔會講啦，我唔會ลอง個係咪物件用邊車或係咪物件 benefit 啲好學嚟，按照唔是按照講啊，阿龍 benefit 按照講學嚟嚇。我咩學嚟呢？好處，我咪好處啊！係好處咧，對你嚟講，對你。我講 announcement 啊，甲用咯，就係講對 announcement 嘅事啊，用。哦，你一位報告學家人啊？你人就知啊。嚇，都是見到是人滴。嘛，你第一嗬，阮一個人 comment 落去嗬，你有100個人 comment 嗬，你無去 comment 掉嗬，你100個 email 嗰度 send 去你 inbox 梗係 spam 呢。ลองแตะว่าจะ頭 delete รู้เหี้ย你講住安尼講哦，對我係問嗬，就係講我人落去，人去 comment 人啦，แล้ว有嘅就無關係㗎，人咧會 comment 哦，一般 send 嚟互人嘅喎，ยังแตะรู้สูอ่ะแตะรู้สู哦，唔是的 ，because 嗬，你是當外口安尼講啊，嗬，要我去邊我你 comment 啊，你 after that 時嗬，別人嘅 friend 去 comment 伊啊，一般 send 嚟互我嘅喎。哦，本身係學我知，我唔知我未曉啊。嗰陣時聽到會曉人啊，去嚟去邊啲學見 .com 嘅網頁誒 comment 嚟留 message 佢按照。啊，唔是干那佢咧，你唔知當只批弄時啊，我知。伊啦唔知即係做嘅咧，做嘅咧，樣 reply 時，唔是講人講話，甲別人講白伊批嚟啦，日本嘅嗬。對，嚇，就是安尼。I think 是 because 是叫嚇，是叫嚇你，let's say 你叫嚇一個，你只叫嚇10個人啦。然後你講嘅物件係是10個人，你無插你直接 reply，可能10個人貼同個了係點樣？對。你當時咧拍咖啡咧，唔知佢講咩，唔是講人講話嚟。係咪叫曉咯？Open conference 講一個物件，人覺得人知嘅。係啦，你話未記，我時講物件，就是最近就是咧Facebook 入面嘅啦，可能會講嘢樣嘅privacy 係咪物件？對咯。特別我老實講，特別驚，佢就講啦，伊 privacy 物件嘅啦。我是講，人兩百嘅人啦，較濟人有面車啊，看嘅話是無？學校？有啊，我不特別嘅咧有啊。有落。有啊，我當書本有啊。有落呢？你白嘅人啊，你平常時參嘅人較濟有啊？嗰次是有咯。阿龍呢 ？Because 我啲 Malaysia 甲新加坡比較隔了有，中國比較無。哦，因為樣特別去人係。對，都幾人。แล้วก็ต่อไปปนเนี่ยต่อไปปนรูปแบบในหลังเขาจะอยู่จะเลยบินแชร์หอข้าวนี้มันไปกินมิวได้ไหมอันมิวได้ไหม哦，所以真久無用啊！
你 Skype 咧，你隨步，隨步啊，就是隨步按 mute 咧，隨步按咗按 mute。我跟頭晚所以你問我是蝦米人嘅時，我就是按咗按 mute 啊，按咗按 mute。你特別報你較朋友平時特節誒 interact 嘅朋友較濟有面車呢？有㗎咧冇？做工嘅啦，㗎咧。日本鬧伊呢？有啊，我朋友都一個就好笑嘅啫，伊講伊有面車啊，伊唔知講啊 in the end 伊爸都有面車喎。伊甲講寫字講話伊爸會看到，伊講嚇，都少少俾梅浪啦。我成日講啊，有金18人老闆都有喎。成個 VV 娃娃係同我講伊當時啊有兩朋友甲了有啊講係啷咪是啷感覺啷特別講話咪是別使是所講嘅咯，還是？That's why 啊，我同你講，都成日講伊 still 到學等讀冊啊，但係 student 啊，我看有夠有差唔多百幾個 request 啊，我冇去 reply，我 ignore 掉，ignore 掉嘅了，唔係可以人參。哇，係咪嘅？攞個 football 係阿明這邊有 football。แล้วลอง ตัวการ์ตูนเลยมีการ์ตูนการ์ตูนสิตลกกามาช้า我就講物件。哦，咱花名就物件，所以記好咗。記茶只咧那是咁大茶啊。係咁啱。咱講到對，咱感覺到成個只講句咯，唔假是所講物件咯。你講你掉唔夠有人都買係在本在掉啊，哎呦。對。係啦，咱直接把掉會看到，因為看到嘅。咱直接把講唔掉物件。sometimes 啊，人哋啊，嗬心情無好，或是人 post 什麼物件去啊，你講啊事喎，嗬，第見嘅時你叉小小嘅 comment 接嚟咯。嚇，人家講啊。你面成日講，你成日講你心情就無咪好啊，特別一號你嘅 comment 嗬是成日做笑啊，咁你做笑啊，你講啊。哦。你係 feel 到就係喏嘛。你my comment 嘅，my turn off comment 嘅嚇。嚇，唔知喎，幾嗬？真係啊，啲啊。Unless 我能 remove 掉佢哋 post 咗咯。係啦，特別你會講可能聽，特別你唔係可能講。就是咯。我成往時人記波插嘴啊，記波插嘴嘅時講嘅時啊，佢個屎人係啊，會話話。少，sometimes 就是講嘅變做白行面嘅佢啊 ，sometimes 我一嚿杯學變做伊㗎 ，maybe 㗎另外一間 friend 嘅 conversation 啊，佢啊我多咯。係啦，成個哎呀，你講today I lost my job，咧有時係講。等我去辦山時啊，看到阿炳啊，係啦，阿炳響，阿炳等。對，都係接落去就冇關係㗎。對啦，阿炳俾咖喱麵啊，嚇，對都當愛啖嘅咖喱麵就先至但係冇人插咯。對。係啊。我其實我只招用面車啦，我較就是用面車是用學邊啲學見嚟較啫。特別嗰另外一個啦，我感覺到另外一個學啦，你冇用面車咩？我哋哋看到你 post。特別我較就是有咩事，我用 Twitter 嚇，我 Twitter 是接唔起，所以我特別只少，若是講到特別面車啦，寄 email 好啊，有當時我 miss 佢啦。因為我看你 message 後，我就都對佢 Facebook 嘅 reply 啊，我就真麻煩，一都冇對佢 reply 啊。你 another thing 啊，仲有講聽，你 notice 到有個人啊，一隻奸呢，就樣做面車嗬，樣是 just 要來看人嘅 information 呢，就一個字一面一個係伊名呢，佢伊個你一部係首英一部好吧，你把伊來 comment 你啦，伊來咩啊？你把你看唔到一般行，anything about 伊嘅就有，讓乜都對看到，真係別熟嘅嗬，冇上上，話咯。熟我哋人嘅特別冇啦，我個 Alice 個時候，咁間人就間，伊咪可能在 anything about 伊啊，伊咪看物件，就應啦，嚟看你物件啦，咪個咧嘢講咩呢？即幾杯啊，變啊，佢你變赤啦。我幫下冇當時成日看，
無你知哦，伊人有當時當然時間成款嘛，你成日講到 chat room 嘛吼，你捌到人啦有，咧伊是愛看你小影啦，咧伊嘛愛甲你 exchange 咗掉，咧 exchange 嘅時候吼，sometimes 就是伊就用一個伊無係小影嘅 account，so that time 那時你 already 講起啦嘛，講啦咧伊嘛去看到你啊咯，特別 when 你去看伊嘅物件，那是伊是無小影嘅安尼。哇！嗰種 BB，當時我去問伊，就對半我問伊人就，我未看到 anything of this，你就樣 answer 啥物？唔係啦，佢半大 post 去呢，樣講呢？對，啊無你可以就伊看你無，無伊看你無啱咧嗬，伊看你無啱咧嗬，咧伊就不插你啊。你看你成水啊，就買啊。對。你看你成水啊，伊講哎呀，我陪未起你啦，買啊。Yang still friend，but you know yang好亂啊 excuse 啊，其他 funny excuse 嚟㗎咋？我講我你看我物件，你就你 comment 你就我看袂到你半行咁樣做，係嗰粒使我看啦，裏邊人做啊是咁你。唔係啦，梗係半大 post 呢，ยัง give you stupid excuse。講另外一個啊，日本人有個另外一個就 annoying 嘅就是咩啊？就是讓有下小英特別下小應該是明星小英啦，cartoon啊，你看呢？你啊，我 student 就 just 做嘅咯，你講呢大字。無係一邊呢。我有感覺到驚呢，你看成個人有人確定是嘅白嚕嘅是講來是你嘅笑人咧。我驚是我 student 啊 ，student。做咩事？人唔捌嘅人買 approve 咪使咯，買 confirm 咪使咯，就算你 confirm 人嘅咯。係咯。Then maybe 伊是人捌嘅，你是講伊無係小英 Kiki 呢？買 confirm 咪咯，就簡單嘅嘛。你係講啊 ，please identify yourself and before I add you 咯，嚇，你是在你在一隻在啊，嚇，唔在咪講。自己咱自己保護自己，咱自己 protect 自己嘛，應該是咁嘅嘛。保咩保學啊？保護自己。保學，OK。對。保學就俾自己保學自己。你睇你開始先，你咪叫咱唔定到時。self defense。嚇？咁邊來？阿叔。阿邊來？你見都搞掂啦，真呀！我是起檔。你明唔明？你起檔呀？You miss it 不好笑咧，sorry， I was trying to crack a joke。紅翠幾啦？紅翠幾啦？我想你名嘢嘅。我想起檔。但我講完我未記咗咯，直頭。保咩啊？保學。誒，我去看咧即個阿炳寫阿毛寫誒，即個阿迪哥。冇。拎一站學先背過，無能出聲。一穿喎，甩頭啊！甩頭毛甩骨字隻手隻甩頭一隻毛出嚟咧，when 甩頭福建話慢慢去掠一穿。唔是，寫伊講是你讀下安怎寫，伊是教咱安怎用福建，安怎用阿毛字寫，用咧白話字啊。白話字是用福建話來寫，你是看關係啊，真快呢。嚇，阿龍係哦，阿龍你看關係啊，會較快啊。哎呦，你變 robot 嘅阿龍。remix。你寫晒 remix 嘅。用啊 sometimes 我 feel 到咗 even though 我知阿邊嘅 intention 啦 is good intention 俾教我人講好嘅福建話啦 but one thing sometimes 我 feel 到咗上家啦講啦邊嘅福建人啦啦嗰時用 rojak 咧話 even 啦有 just 嚟用只福建話啦咪用啦咁咪用 rojak 嘅 shock 你都感覺到你看你按照我學等陣你看 maybe 阿龍你講啊我學阿龍 response 你先講下但是別人講你就 restart 你 Skype Baby, along restart this Skype. Along restart this Skype, 我個 call 到對喏。我聽未到，你先至對，你 restart this Skype OK。我看你學阿龍 explain。你嗰時安怎啊？我就是專門想要叫來，咁我唔是叫來甲人講安怎，嗰是條較標較純嘅福建話。
我是要記嚟教嚇，伊若是講我，伊是會講較蠢嘅，好緊我一定唔講特別咯。你睇你一直講話是講特別啊，係咪物件？所以我是講呢是，人若是愛知啦，咪用不會使嘛。特別咱我是要 standardize 寫講安怎寫，若是講咱要講安怎啊，你安怎寫出來着 ？Because 往時你講怎啊、錯啊，咁了伊個無 standard 嘅了。你白話字個你這年嘅歷史啦，我是要介紹個人講看。我唔是要記講個嘅，你福建是無差唔多係咪 language 本好啦？你睇你我看你阿龍都是佢講，伊個 method，I mean 你話是 always evolve 嘛，一點點變嘅嘛。OK 啦，阿龍介紹你介紹啫。我聽我哋怎麼講嘅物件？冇 OK，但係伊是講做咩事人會人少數講 Roger， 人無數講成個小表嘅福建，特別我在我家己感覺啦 ，Roger 是 Roger， 但行話本是 Roger，English 啦，咱講華語啦，日本啦話本是 Roger， 你家己到日本嘅嘛，你本在講日本啦話真正 Roger 本嘅嘛，對唔對？迄個電視機啊 video 隔了本是阿無字嘅嘛，但行嘅話本是 Roger， 所以咱買規矩講啊，邊樣嘅話 Roger， 其實這個世界無一項嘅 language 啦是 Roger。無一項那個是無 Roger 嘅，所以咱唔是特別的 Roger， 但係咱特別面對一個問題度，咱嘅問題係咩咧？就是咱嘅話會死嘅，咱嘅話唔是 English， 唔是 Mandarin， 會死嘅。若是咱觀察佢學一啲啲 Roger 落去 ，Roger 三擺，規句話裏面10個字、7個字是 English 點聲嗬，咱嘅 language 已經死去啊，未叫嘅。所以我是希望，我是感覺啦，先講我去看 TV，OK， 特別我未曉講電視機喎，我未曉講我知個我會曉，特別你咪講嚟講去看，我去看 TV 啦，你個人講朋友是講話是，因為 language 呢物件啦是一種嘅，按照講 evolution 嘅嘛，伊家己直直變掉嘅嘛。咱咪有隻物件咱是被阻止嘅，伊直直變掉嘅。所以若是講你愛講 TV 會使，你講 video 唔會使。特別你知唔知 TV 個 video 正正叫安怎講成？但是你知你都會使講。我是對有興趣嘅啦，我特別有興趣。咱若是講特別，咱唔是講特人咧，我無講想講。希望各位邊啲福建嘅聽眾，特人會曉講個了純嘅，我10句9句本未曉梅阿龍梅人對。特別我是會再講，我時常個人講有時特別人講保護係我就都唔捌講過嘛。人平時真正人我看英文都唔捌講過，講用人平時講福建話是講到保護。特別我是想到。我想到我要知嘛，我就是講 protect 啦，是講保護啦，因為是未用福建話，按照講會曉講你嘛 OK 啦 ，OK 啦，燒掉咪用咩使啊？對，古嚟我就係物件，我愛知啊，對，知啦是愛知，but 咱講嘅是咱冇咩愛用嘅軍事嘅事。我同你講啦，古字係物件，我未 clarify 個古字係物件過嘅，但係講。無人安尼款講嘅，咱特開始陣時候，伊邊咧無人安尼款講嘅，我咪你講物件啦，你就係講 threaten 啊，去威脅一個人 threaten 啊，福建話就講哦，攏講得出哦。等我想threaten 啊 ，threaten，威脅，威脅。隔了唔是，我同你講，隔了唔是，我同你講啦，真濟字啦，真濟字。邊兩個人是會曉講嘅，等我想下是咱未曉講咗，是咱嘅問題咗。咱未使講邊兩話 Roger， 邊兩福建話無講人講準嘅福建話，無人講順嘅福建，唔對嘅，是有人講嘅，是人未曉講。因為我家己有做過一個研究，我有去訪問過真濟人嘅，到啲邊兩裏邊，真濟字，真濟人是會曉講嘅，是伊無甲伊囝講，伊囝家己未曉講，伊孫都未曉講。對，因為你無關係講嘅物件是啊，無得到是你。干了，人們冇講啦，是你看你 upbringing 你 background，誒，怎麼威脅是啊？怎麼被我講，等，我曉，我成個是曉，一個字呢，好，一個聲呢，好。攞嚟字，攞嚟 email，你媽媽有可能會曉嘅。呀，你講下，你得，我就是威脅唔係威脅，我意思就係你 translate，我冇講過，我就是我識字，因為我自己未曉咗，我頭先聽啲時我自己未曉咗，我走去回我厝啦。我厝啊，特人不會曉。哦，等我可能會曉，等我想下，你學我猜佢頭隻字係咩字？呢頭隻字咁都特字要做啊？係咪按照頭隻，按照 spell 頭隻字？
頭一 letter。我甲你講，咱莫用華語來想，莫用華語來想。我用福建話，等我想下 situation 我講一個故事。哇！迄個人嘅頭剃掉日本老姨嘅效應嘅嚇咧，日本老姨啲未曉贏咗。紅蝦啊，差不滷淡薄啊，淡，唔是滷淡薄啊。哎呦，佢咪講啦，喂！啊，講，喂，我頭一字，你講頭一字，我看我係 fill in the blank。幫晒。幫什麼？幫未曉？幫票啊！標啊！標，我不聽過啦。我梅朗是咩啦？即個簽咩？不，即係其實是我本啲頭早聽到時，我本上我簽嘅咋。但係我每一處嘅人，我係哥，我係直，我係媽，我係爸，我係媽。隔了會曉嘅啫，我就感覺是我家己問題咧，唔是福建話問題咧啫，是我未曉啫，唔是福建話冇啫。係啦，古上物件，你就係 slipper 啊，講哦，咱前拖，對，咱人會曉講前拖啫。你見每邊嘅人啦，只有一人講拖 A。哦，拖 A 係華語嘅。哦，拖鞋，前拖跟前拖 A 拖 A， 所以咱人唔是講。佢就講，誒，老師講 Roger，邊啲學嘅話嘅 Roger 唔是嘅，原來唔是嘅，知道咧？嗰隻個妹就嚟問題。特別特別 ，no， 阿龍你嗰隻教一個吉簽嘅學嘅話，嗰隻好一個 example 啦。OK，你去萬山看，你去萬山買物件啦，迄個物件是我喺厝人隔了會曉嘅做，我頭一道聽就是我本未曉嘅，我唔知講，你做人講迄個簽嘅學嘅話，就伊迄個字咧是，你看咧蝴蝶，伊無水無夠咧，伊蝴蝶迄個電巴裏邊啲小隻，我同你講華語啦，華語叫做掙扎，啊冇叫做 struggle。哎呦，是。叫做啊。未曉，我同你講啦，你對邊咧會啦，是人未曉，唔是無，是人未曉。成落住曉，日本佬嘢曉，你看老啊。我甲阿邊愛做嘅物件，唔是去學中國嘅福建人，唔是去學台灣人做，是愛找到對邊人正本地會曉講嘅物件，是咱無去照顧了，咱無去保護，保個了去。是咱嘅問題，唔是你話問題嚟。你佢問你爸爸媽媽，人家咧會曉這個字嘅了。對，我是叫潮人嘅。冇關係啊！有個啲嘢，冇關係。按照講對上面我講官僚，官僚係咪曉？官僚學曉，官僚是，所以咱人無用，我都無曉就變做，你教你囝講嘅時講話，哎呀，你看迄個蝴蝶，迄個水 struggle 掉，你囝嘛記到 struggle 掉咯，跟住記到朋友嚇，伊朋友講官僚嘅時講，哎呀，做咩你講福建話咁深嘅，對唔對？對，這是人嘅問題啦，就唔是福建話嘅問題嚟嘅。對，邊學嘅話有真濟字是咱人家己背記去咗，唔是伊嘅錯是咱嘅錯嚟。所以我甲阿邊愛做嘅物件是找到對一個字，夾到對來用。像講迄個 shooting star，頂一禮拜有人問啊 ，shooting star 叫咩？流程咯，夾一人會曉嘅做，是咱人未曉咗。我會曉啊。真是有一個字個了嘅。I mean，幾頭黐咩？我咪講咧，就講佢哋係咪薄少啊？我家己本唔捌講過一個字啦。迄個幾頭黐咩？薄少係咩？幾頭黐咩？薄少是講成個迄個伊目睭啲伊目睭位啊，兩隻會拔到嚟。哎呦！我同你講，學嘅話緊了講嘅出嚟是看咱會曉未曉嘅。OK 啦，我一路同好咧，對啦，對路白行呀。但是，等陣我講陣，那是啷尾學較濟咧，安尼講啊，俾學discuss，我看頂節往放了，迄個即個阿嬤 episode 加就要去個放迄個大頭還豬頭 episode 咧，好，較濟人嘅 discussion 啊，到底你個 comment 嘢講嘅字部上平時咱無講 comment 嘅話咋，特別我本買調題講做邊個學嘅做較真正成個來學物件，嚇，因為我感覺到我家己頭一條。
我頭先啲有時我家己未曉，我冇未曉本啊，特別我有心啦，所以我有心啊，就是講會咱落起來，咱係講話聲嚟咯，要緊特別的上個咱冇得殺，那些有人興趣嘅時候，但係咱講阿姑啦，咱有條咩姑娘保護嗰隻咩？我未曉你放標，放掉嚇，咱有條幾耐字嚇，咱不到時，咱咪是你可能慢慢講去咪曉咯。對，但是講你未講 discussion 下，discussion 啊是咱咪 discussion 是點講？討論咱咪去討論咧，看你話題下，咱你使過去面車為朋友為，是過去邊度見到咁嘅朋友？去咩？去梅咯，去梅咯，去尋常，嘅尋常是尋常啊，尋加尋常本嚟使對。是，了其實梅話。對，我哋希望較濟人，較濟頭嘅時我開始嘅時候，我冇咩有人會去問嘛，咧慢慢就捌到通過，即係邊人學見誒網嘢就捌到較濟人較會曉了咯。就阿龍咧。阿龍都講外款嘅費玉清啊。搞事啊！費玉清是咩？我你係多邊人嘅管就冇嘅。你一個維持咗千里之外，你做啥？係咪情字嘅字敗？咁要情字嘅字敗。對啊，我大家咪會自敗不啦？情理字，情義字敗啊 ！clear。你好聽係啩？咯，講嘅你啩？哎呀 ，Babs 咩啦？情理字敗。Babs 咩？OK，今時啦，咱這禮拜特別夾飛㗎了，特人老椒㗎了，阿龍啦，中國妹阿龍啦，曉樂啦，係嘛？咩？幾個？老推來，等推來啊！แล้วก็我嚟ต่อไป播講，กู冇到底嚟啊，กู到底嚟參加啦，話嘅錄音節目，跟日本老姨，日本嘅老姨，第老嘅第曉嘅一擺。日本老姨啊！日本老姨我每日對面那時你把學嘅老人拄到你啊，說誒，你是日本老姨啊？你啊，你把拄到，可能見到你喎。你會慢了咯。喂，嘛是女字啦，嘛是以前咯，呢度乜確嘅咯，頭時啊。有曱甴過去聽。你 post office 嚟啊？讀 post office，但就冇啱 post office 啊。post office，你講阿咩手機係日本老姨，你就本地老。微話咧，微話都可能見到腳落邊。冇喎，有啦 parents 啊。parents 走嚟梅話，你是唔是微娃娃？哎呦，死啦冇驚！我有驚，我掉錯人啦。你唔會叫啫？你講冇啦，唔是啦，我是娃娃微微。好啦，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呢個禮拜到底嚟參加我哋老咗講又乜講去鋪落去，แล้วก็人有興趣聽嚟講咧，來使去參詳去網頁，去邊啲學見.com 嘅網頁，還是過去我人嘅邊冊嘅 account，就是講都唔知邊冊上面咧，邊冊就是 Facebook 啦，邊個冊嘛，你是去邊冊邊啲學見有自己嘅邊冊 account 嘛，是邊啲冇 facebook.com/邊啲學見，還是過去邊啲學見度看網頁，正手柄頂面每攤連接過去，對，按照講連接啊。連接咯，你成講，特別我感覺講，這裡更奇怪，你你阿摩字嗎？阿摩字，no，對，這裡更奇怪咯。你特別話啦，講我網頁咧，等下我唔明你比方講咁大事，我特別有時講，令到講網頁是自己講潮講起嘅，只有人講網頁是對嘅。哦，我嘅網頁是對嘅。我是人講對啊，定當時是講網頁，成個講面車啊網頁，可能唔記得嗰時我自己講晒。陸剛，網頁是對嘅。陸剛，你就係報。陸剛是冇道理啦，老實講。陸剛我嘅時候出來本，特別嘅陸剛唔是學緊啊。不當然是講啊 forever 啊，是特啲接回去你先至大人啊，然後講陸剛是別人唔要聽嘛，所以不當 Wikipedia entry 是頭先邊啲學緊
founder Miku Ong created the term. 我甲你講，你去未看迄 YouTube 啊，yang 有講愛叫你去 translate 去翻譯無相嘅話啊，係咯，你去 apply 一啲講福建話啦，你嘛打你 logo 邊叫寫魯港落嚟字咯。因為張 Facebook 一有，學你去翻譯嘅嘛，學你 translate 就係無相關嘅 language 嘛，對唔對？耶 subtitle 啦，你啊。佢 Ustream 有，你咪變魯港去咯。有，係咯。魯港，梗係死你話。OK，交俾隻物件，當在 office 叫咩？係咪 post office 啊？嚇，我唔知喎。等陣，等陣。post office 掉啦！留意嘅曉。你鬧你搞。皮關啊，你講。皮關，特別可能係南華本時講皮關嘅嘛，接落嚟係南華啦。哦，皮係南華講。我係厝人只少無講，只久無講皮關，那時候無咪知啊。你講我會曉聽，係啦，你講我會曉聽啦，特別你行聽就是叫我想出來，我想唔出咯。人哋我開始是講 post office，人哋我巴士咗，我巴士100%阿摩車，你知哦。我巴定當時 boarding 阿摩凳啊嘛，一讀 boarding school 啊嘛，所以咪講我特別寶。咪講我爸，我70幾歲啊媽，本講 post office。我嚟你媽是搭摩車啫，你媽搭摩車啫。家政就中國做這種嚟嘅。冇得到啦！人哋檳城，你媽70幾歲以來檳城，咁即係檳城是英國人嘅所在嚟嘛？對。誒特別好，特別你講，特別有人是講，我唔是講 post office 係 post office。講 post office 啊，係 office 啊，佢有隻是講成個你講，人講 warm up 呀，我不聽人講 warm up 呀，你真係有啲。warm up 啊，成講你其實我嘅打學嘅，人佢拍badminton燈咧，我要 warm up 啫。Office，你問講 Bluetooth 咧 ，Bluetooth 咪是問講 Bluetooth。Bluetooth 啊，好笑！誒，或者咧，就咪做住 episode 啦咯，咁啦 Bluetooth 你學緊話。我講咧，我講 Bluetooth，我講 Bluetooth 嘛，讀少講 Bluetooth 嘛。特別你講佢哋，你未使咁講一句呢？伊人講緊可能講句嘅 sentence，咁啦時，你可能嗰時好笑。你明白啊？阿龍講咩？我是講 Bluetooth 啲中國。Bluetooth 啲中國有只用迄個華語字嚟睇，有時很頭嘅。林嘅咯，就應該林嘅。Bluetooth 嘅好笑。林嘅 Bluetooth，個 stand 咯，慢慢講嘅係個 stand。個 stand 到底是佢件啊？我其實唔知。Go astern in English，go astern 就是佢用 astern 是轉嘅後背嘛，轉嘅後背叫 stern 啊。有嘢，你冇入邊係嘛？後背，以前是 British，唔是 British，你轉嘅 term 是 stern 是後背嘛，你後背轉嘅八啊，就叫做 stern，S-T-E-R-N 啊。有時 go astern 就是佢後 go 下你轉嘅背嘅 direction 啊，就是叫 go astern 咯，變咗 go stern 去咗就。哇！原來是有故事嘅，有故事嘅，我阿媽先識教人嘅。伊講講攞齋咩是個單咯，係啦齋啊，特別講咯，你有時至少一嚟滾人咋咯？誒掉唔掉下嚟滾？掉嚟滾掉。哎呦，該咁成日啦，阿龍กับ阿邊教我人講即係福建話。OK，意思我哋行路2點係嘛？2點。掉2點。我係曉幾嘅。我哋聽你講係咪行路2點 ？Walking 2 o'clock。Walking 2 o'clock。OK，我諗攰咁時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那個禮拜再見啦，感謝，拜拜。拜拜。拜。